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不时报道有不输鬼、美高神、喙烂插插地，有时讲偷袭，就是甲人卡来手来，美高翔，互人看得到地足倒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地插插地的地，它倒一地第4条。地是形容水或者是液体顶落来、流落来的形。譬如讲厝楼外口咧落雨，厝顶嘛有雨水滴落来到室内。地嘛会当形容是目屎水落来，咱讲目屎滴落来。若是流火火插插地，咱讲流火流地。另外流汗汗插插地，咱讲是流汗散地。有一个较特别的词，咱讲地搭，这是飞花定称的意思。另外地嘛会当讲是液体单位词，像讲一滴香油、2滴水。这个文音读做滴，同款嘛是第4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踏地，意思是讲互人心烦的小寡代志，嘛会当讲是踏踏地地。另外，踏地做动词，意思就是杂插，爱管别人的闲仔代。第2个词读做插插地，嘛会当讲是草草地，这是形容液体滴落来的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踏地伫在地是出名的，看到人的水管歹漏水插插地，伊就杂插去替人修理。结果共创歹去，还赔人一粒水倒头，真做食酸啊吐露叫，实在袂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地，另外文音读做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